康中给通知。那么咱这个看啥？别让我中午吃呢，我做到个生命灵感的朋友。身边那个年纪嘛呢，听说不可牛肉，里面有我了，有牛奶。呀，对，当然这是个大钱。是。对，啦，警察问路，这啷个打呢？什么？我们就对。这，是哪个？我做个那么久，找问路啊？呀，我那找是哪都。电话做个西马林嘎，警察人头。警察人都是那机场自动店吧，还来吧？就像那。是。我做个米色个啥家刚刚盯着个严重，没有嘛？啥家个那边上我做赶紧过来入中课，找个东西好像个的呢，就起没有嘞。你电脑老年忙不的那常用个嘞。巴适些。这样。拜拜。拜拜。